星期三又有馬跑啦，今次係跑沙田日馬，交俾我拍檔講下賽馬新聞，交晒俾你啦，浩然。金鑽貴人喺日本跑短途馬錦標，全程走勢普通，最終只有第11名過終點。始終紫馬黃金期已經過去，留喺香港有吳救家英高升跑，似乎都比較難再贏翻馬啦。除咗呢隻前短途馬王喺日本敗陣之外，另一隻前香港馬王金槍60星期日都敗陣。咪住先，金槍60唔係退咗役啦咩？係就係。不過佢星期日參加北海道唔知乜嘢引退競走馬杯，最後獲得第21名，未能夠獲獎。搞乜鬼啊？堂堂馬王唔係去日本引退嘆世界架咩？玩埋啲咁嘅嘢，好似冇咗王者風範喎。今季新開倉嘅練馬師貴福特終於開齋啦，仲要出兩隻贏兩隻添。但係田泰安贏佢隻開齋馬伶利區左道人就要罰停賽1日啦。周俊樂贏一生好賽舉鞭過高，俾人罰咗1萬。最離譜係布文啦，126磅都做唔到，俾人罰5000蚊。大佬啊，跑大賽做126磅平磅，如果你都騎唔到，咁騎咩馬？睇返佢星期三騎過9隻馬，8隻超過130磅，得隻氣勢係126磅。講真啊，我都唔知佢騎唔騎到。話時話，佢係咪去食火鍋食得太多肥牛啊？至於霍宏星騎竹縣贏3級賽，呢隻竹縣唔使問動哥都知道呢隻馬一定係好超，分分鐘呢隻竹縣會係新任馬王。霍宏星真係要爭氣啊！小鳥天堂已經冇得騎啦，再冇埋竹縣真係衰到爆啦。講下考眼光選擇，1場9號競進天下，2場4號海陸寶，3場6號快樂奇兵，4場14號新力驕，5場4號爆出美麗，6場3號白路金剛，7場6號魔術控制，8場1號康樂高球，9場9號天星，10場5號銀亮奔騰。之前咁多次 place 都未入過，今次我場場比，睇下我登死幾多啫？問你怕未？今次賽馬新聞講到呢度，交返俾喺錄影廠嘅 Raz。唔該晒，請記住本台並不鼓勵任何賭博行為。本節目內容所提及的馬匹、騎師或練馬師等名字，純粹係資料性提供或考眼光用途。下次賽馬節目時間再見，拜拜。